各位好，今天為大家講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推出的高速充電樁細則、申請流程等關鍵訊息展開，帶大家全面了解這項政府資助計劃。本計劃源自行政長官2024年施政報告，政府投入3億港元，資助私營機構累計安裝3000支高速充電樁，全力推動香港綠色運輸發展。計劃有2大核心目標，一是依託市場力量，快速增加高速充電樁數量，促進市場競爭，提升電動車用戶充電便利性；二是簡化申請流程，僅保留必要審核，降低行政成本，確保計劃高效落地。首先看計劃流程，電郵提交申請表，每份最少5隻，政府4到6週發認可通知書，12個月內完成安裝。對接 F 充電液並營運，提交拆工程師核證的合規報告，審批合規報告後6到8週發50%首期津貼，營運15個月提交資料，30個月再提交，實15個月資料後6到8週發放52%期津貼，全程需每日服務至少14個小時，滿30個月，津貼詳情100千瓦及以上充電樁，每隻資助10萬港元，單機構上限2000萬港元，200支，分2期各50%發放。申請方式及期限，先到先得，僅接受電郵申請。申請期從2025年7月25日15點到2027年7月27日17點，或3億港元津貼耗盡，以先到者為準。今天就先講到這裡，我們下期繼續。